以色列甲哈马斯战书后尾6个领导人联合声明，强调支持以色列自归，要求哈马斯放出所有人质。军人大选目前中间派马萨占行，因为无候选人提票超过45%，在1月19会搁到第2回合。伊朗一个16岁少女，技术因为无包头巾，互人拍到昏去。3礼拜过，官方媒体宣讲，伊人即马已经脑死。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坚，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来看到以色列哈马斯的战事是愈加愈热，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的领导人更是强调，因绝对支持以色列自归权利。不过嘛，要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百姓，要求哈马斯来经放出所有人质。以色列国防部长嘛表示，这场对哈马斯战争恐惊会拍几啊个月。不过这就是对整个加沙走廊武装团体最后一击。了解世间就袂阁有哈马斯的存在。亚历瓜总理纳坦雅胡嘛讲，因为伫咧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一直咧趁机会起事，已经搁再发动空袭去炸真主党的基地，嘛要求附近的40个的社区的民众隆作脱离。话讲你真主党若正经要战，绝对会是你一生当中上大的错误。若加沙走廊连以色列北部也恐惊会变做第2个战场。南部湾加沙的边界甲北部湾黎巴嫩的边界，伫以色列军队前后出动战机空袭哈马斯甲真主党据点了后，拢出现大规模地面部队，包含主力战车、自走炮、支援的车甲真济步兵，拢进入备战状态。愈来愈紧张的局势，国际社会反应真无同。以美国为主的北约组织、加日韩、澳洲等亚太盟国，拢谴责哈马斯主张以色列有权用军事手段自毁。暗过拉丁美洲、北非甲部分阿拉伯国家，甚至也是北约成员的土耳其、抑个中国甲东协各国，是同时谴责双方造成百姓大量伤亡，佮呼吁马上停火。另外，世界派为主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佮加上北非的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是表态支持哈马斯，因为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甲哈马斯共齐阵线。以色列伫备战的时阵，也要求北部边界城镇居民赶紧脱离。פינוי מסוג זה, שכבר נעשה בכמה יישובים בגבול הצפון, מאפשר לצה"ל להרחיב את חופש הפעולה המבצעי נגד ארגון הטרור חיזבאללה. It's complicated and dangerous situation, and it's wrong, and also it's over quickly. 美国伫支持以色列同时，也要求要确保进军加沙拍地面战的时间，来争取更较侪时间，互真济用释放。不过，以色列已经派小部队进入加沙收集情报。以色列军队甲哈马斯前后指出，有一个以色列士兵死亡，另外3人受伤。另外，为以色列甲欧美国家拢有民众伫遐路集会，呼吁各国努力，互真济较早放出来。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也利用甲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机会，表示希望互哈马斯放票真济。早日放出来，公司新闻徐家珍朋友。今日联合国第2批14台卡车的领导救援车队，昨已经对埃及北部的关口入去加沙进行补给。不过以色列也是继续咧空袭加沙，当地有3间病院附近是搁再传出爆炸，目前的伤亡是不明。第2月头一批20台领导救援车队进入加沙了后，第2批物资也伫隔工日暗时由14台卡车组成的车队送到位，内底有食物、水甲药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格里菲斯讲，这为加沙地区的人民带来一点仔希望。也来讲一讲，美国总统拜登也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确认会继续向需要的巴勒斯坦人提供这类关键的援助。不过，极右派以色列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讲，除非哈马斯同意释放所有人质，那无应该保证继续放行这援助物资。主权团体律师会强调，每天几台卡车运输量根本就不够。ايش تكفي غزة؟ أنت بتجيب نقطة في بحر بتجيب لغزة. غزة كل يوم كان يخش عليها 700 شاحنة، مش 5 شاحنات. ايش ال5 شاحنات؟ لمين في العالمين؟ عندك كل غزة منكوبة عن بكرة أبيها.
以色列是继续进行空袭，加沙3间病院附近拢传出爆炸声音。无国界医生组织讲，进当地医护人员超时工作，几60台车物资根本都无够。烧烫伤外伤患者无麻醉药啊，有新的妇人要死无消炎药啊，烧保这物件清气水拢无够，真侪囡仔落屎。因呼吁温存这个援助尽力，并且保障救援者安全，欢迎尽可能会使救人的性命。It's a recipe for outbreaks, and it's a recipe for a disaster. 加沙卫生部讲，对10月7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已经有4651人死亡，14500人受伤，其中囡仔罹难者有1873人，比大人男性也较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巴勒斯坦问题代表埃尔米讲，加沙地带始终有100万的无辜儿童，真需要保护甲人道援助。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先来看日本三景。日本昨补选20处的参众议员，自民党保掉一个众议员，失去一个参议员。今日文雄表示尊重选举的结果，目前无考虑解散国会。过来是朝鲜日报，南韩总统尹锡悦访问沙特阿拉伯，将签订156亿美金的投资备忘录，各51份的合约，对石油的进出口扩大到尖端科技的合作。英国探报道。子宫喙癌若要医，目前拢是用化疗、放射线、电疗做伙做。不过，即马有上新的试验，先做6礼拜化疗，再做电疗，这致死率会当佫降35%。美国《纽约时报》密西根州立大学下球赛电子扛棒，伫咧观众互动的时出现希特勒的影像，因为以色列甲哈马斯当咧相战，反犹太气氛时机敏感，学校是随公开会室的。上尾也是《华盛顿邮报》展现爱国心，以色列麦当劳宣布只要是官兵，就会使免费来吃，这是引起其他中东国家不满。因为安尼，埃及的麦当劳是搁再宣布捐2000万的代票来帮助加沙地区，希望按大众怒。过来看到阿根廷总统大选上新的统计，中间派经济部长马萨是以36.7%得票率超过极右派经济学家米雷伊。选前的民调是全部拢算袂准，因为无任何一个候选人提票超过45%，所以在1月19会搁再进行第2回合的投票。过去1年以来，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挖近140%，民众生活是真艰苦。选前的所有民调拢显示，选民准备以手中的选票来驾驶中间偏左执政联盟的意味是真高。不过，23透早上新的开票统计，现任政府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同时也是一手掌握经济政策的经济部长马萨，以36.7%的得票率，赢民调一路领先的极右派候选人米雷伊。若中间偏右保守派联盟推出的候选人，前安全部长布尔瑞奇得票率是23.8%，第5名候选人内底排第3名。马萨伫胜选演说中讲，第2轮投票，伊会结合其他派别的政治力量，募集上界优秀人才来组成团结政府。Voy a convocar a un gobierno de unidad nacional el 10 de diciembre como presidente. Pero un gobierno de unidad nacional construido sobre la base de convocar a los mejores。阿根廷的选举规定，胜出的候选人必须得到超过40%的选票，也是得票率达到40%，并且也超过12%分点。又无任何一位候选人摕到直接当选的票数，所以讲票数上悬的2位候选人马萨加米雷伊，会伫11月19来进行第2回合的对决。这伫竞选活动中，常常穿皮热马、激动，也是支电机啊。华国要互阿根廷甲过去彻底来分割清楚的米雷伊，提出的政见包含废除永恒、以美金取代配数、冻结甲中国关系，提出南方共同市场等。也做过电视评论节目的评论的来宾，电视媒体来甲美国前总统川普，也有巴西前总统波索纳洛相关看台。de los últimos 100 años. Lo que más me gusta de mi ley es la nueva propuesta que tiene para Argentina, algo distinto de lo que venimos viendo hace tiempo, ¿no? Ya sea con Macri o con el peronismo.
像大选的投票率是78%，除了正副总统以外，国会下议院257席内底有130席，72席参议院也有24席进行改选。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讲到伊朗是疑似搁再上演艾米尼的事件。16岁少女疑似因为无包头巾，和当地警察拍甲昏去。3礼拜过啊，官方媒体搁再站出来讲，人即马已经是脑死的状态。这事实上，代志拄发生的时，这女性家长就捌出面，毋过讲是因家己的查某囝身体无介好，可能是因为血糖收低，家己昏去弄到的。即阵就真侪人咧要讲，可能有去用政府先甲关心过，才会安尼来驳回。这难免互人想到去年9月底类似的案件艾米尼的死案，这是引起伊朗全国的抗争。即命即件代志，敢会互整个社会搁再反起来对抗传统的体制，这是引起众人的关注。伊朗国营媒体日报道，这个月初伫地铁倒落去的16岁少女格拉凡已经脑死。根据现场的人甲活动人士指控，当地警察因为伊无戴头巾来拍伊。不过当局讲，格拉凡本来就健康有状况，是家己昏倒。格拉凡的爸母甲活动人士迄时阵，拢无马上证实伊的情形。خودم قشنگ تصاویر رو دیدم که مثلا چجوری افتاده چجوری بچه آوردن根据伊朗当局公布的监视器画面，格拉凡伫月台等车时阵无戴头巾，列车到位，伊甲2个查某囡仔行入车厢，无偌久，一个查某仔退出到月台，身体向车厢弯腰，甩气甲其他乘客斗阵，将昏倒的格拉凡赶出来。格拉凡送医时阵情形无乐观，佮有大批警力就伫病院。活动人士表示，格拉凡的爸母被要求不准伫社群媒体打文，不准甲活动人士讲话，当局无公布车厢内甲车站入口的监视画面。这代志，互目前议员因为过身的库特族女子艾米尼，常常有动乱的伊朗更较敏感。艾米尼被被讲戴头巾的方式无符合规定，而且被掠拘留期间死亡，了后引起全国反政府示威。伊朗政府操残顶头个逮捕示威者，引起国际批评。格拉凡脑死消息是毋是亲像艾米尼死亡引起的全国示威，还佫观察。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刚才看到菲律宾的船舰总伫南海出运补任务的时，甲中国船去挨着。双方这个月就发生2届烧野事件。中国这是强调一切合法，是菲律宾咧调降起事。今日菲律宾嘛甲反呛，连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都来甲听。南海主权的争议气氛是搁再紧张。头前这台白色的船一直划过来，尾仔就真正弄着。这台白色的船驶走了，一人看到船边写着“中国海警”。菲律宾的军方指控中国的海警伫22早起踮南海仁爱大沙附近危险砸船，去弄到菲律宾军方营运的补给船。另外一台中国船也甲这片护航任务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去相撞。菲律宾发表声明，以上强烈的言辞谴责中国的危险、无负责任、非法侵略菲律宾主权的行为。中国海警局是反指控讲，是菲律宾的船走入去南沙群岛仁爱岛附近的海域，挑工制造事端，想要互局势变紧张。中国海警船也几多遍警告无效，才依法甲伊抓来，一切拢是正当合法，责任完全伫咧菲律宾迄边。恶意碰瓷制造事端，升温现场局势，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威胁我方舰船航行安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12社交平台 X 发文，谴责中国破坏菲律宾最近的合法补给任务，无顾到菲律宾军方的性命安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伫上任了，改变前总统杜特地的亲中国的态度，想要甲美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双边关系，包括互美国出入更加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要造成马尼拉甲北京的关系愈来愈恶化。南海是世界上上无形的贸易航线之一，中国宣称有差不多规个南海主权，也若周边的汶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甲越南，也对这片海域提出主权的声明。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辑。今仔这几年，中国甲澳洲的关系转好，宣布因正正的贸易争端已经超出共识。中国除了会撤掉澳洲火炭甲麦仔进口限制，更进一步来恢复进口澳洲的葡萄酒。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后个月嘛要去访问中国。
中俄关系继续回温，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拜日宣布，葡萄酒诉去中国贸易壁垒，有希望在最近解除。中国商务部了后指出，同意掩饰即卖高关税措施，双方将对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已经达成妥善解决的共识。We're very confident that this will result in once again Australian wine, a great product, being able to go to China free of the tariffs which have been imposed by China. 澳洲在疫情期间进行保守派政府要求对新冠疫情源头进行调查等各种因素，致使中澳关系恶化。北京当局为自2009年开始对澳洲拖拖、木材、大麦甲葡萄酒等真一种商品实施进口限制，让澳洲每年遭受240亿澳元，将近5000亿台票损失。不过，工党政府去年5月上台了后，就直接改善甲中国关系。北京也陆续放任对澳洲产品的制裁。这个月11号进一步释放指控间谍罪名，被扣押3年外澳籍华裔记者邢瑞。中方对中澳关系发展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呢为葡萄酒诉去中国首都障碍了后，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要在下个月初4到初7访问北京，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总理李强会面。这是2016年以来第一摆有澳洲总理访问中国。公司新闻在会面评论。科技的消息来讲到，法国的汽车平台业者是真够变巧，应用速度更加紧的5G 网络，在巴黎郊区顶地推出全自动驾驶的送货服务。员工会当完全关伫办公室内底控制，用机器人来送货，连送货车嘛做甲真高水，真成人目。这只无人驶的送货车玻璃顶悬有一对古锥的目睭，到目的地了后，顾客若透过扫 QR code 为车厢内底提出买物件。法国荷兰汽车业者为去年4月开始，甲电信商合作，在巴黎南郊的帕莱索丁地区推出3年的5G 开放道路计划，希望结合自驾甲5G 传输，提高服务品质。Ce droïde de livraison, dans le cadre de cette expérimentation 5G Open Road, est piloté à distance par un opérateur qui supervise et contrôle le droïde sur la route. 法国电信业者指出，5G 无论是应用在自驾领域，或者是传统驾驶的车顶悬，因为传输速度大大提悬，安全性也更较有保障。Bon, la sécurité est un point important pour ces services de mobilité autonome, parce que vous imaginez bien que si on peut attaquer les véhicules et en prendre le contrôle ou dérégler la façon dont ils fonctionnent, ça serait un vrai problème. Donc la 5G amène un niveau de sécurité qui n'existe pas aujourd'hui sur la 4G ou même sur le Wi-Fi, sur d'autres solutions radio. 法国荷兰汽车平台计划进一步提悬自驾技术，加扩大5G 的布局范围，让自驾服务能更加普遍。目前，中国甲美国在自驾领域发展卡赢欧洲，在北京甲旧金山同样推出无人驾驶机动车的试验分。公司新闻站会面评论。讲到美国星巴克是连锁咖啡店的第一支的，为了要达成企业永续的目标，因鼓励消费者使用环保杯啊，而且计划要把这种用一届就爱单调杯啊，甲改进，改用做回收的材料来做。不过这数量实在太多，而且讲要改，当然是无可能，佫有真大的改善空间。美国星巴克2021年开始伫西雅图举办环保杯借杯啊计划。人客只要伫咧星巴克买咖啡的时阵付1美金的押金，就让左少会让重复使用的环保杯装咖啡。星巴克希望伫2030年全面停止使用一次性咖啡杯，因为星巴克大部分的粪扫甲温室气体排放量，拢是来自这寡用一遍就单调的杯啊。We know that if we can crack the code and figure out how to implement a reusable cup system everywhere and not have any more single-use disposable cups, everybody will follow and we can change the system. 伫咧2008年迄当阵，星巴克就讲过，要伫咧2015年，和25%的人客拢使用环保顺环杯，伊也毋是第一个用顺环杯的连锁店。虽然即马环保意识愈来愈悬，不过不管是企业或者是人客，也是无啥愿意放弃一次性杯仔的方便。星巴克即马计划，互人客使用顺环杯，或者是开发会当回收的一次性杯仔。
星巴克也计划自2025年开始，美国所有连锁店的一次性杯盒，伫咧制作时阵拢爱用30%的回收材料。Maybe 10 years ago, it might have been a PR issue, but in this day and age, we know enough about climate change to know that sustainable policy is just the future. It's not even something in the abstract anymore. It's just something we have to do and figure out how to do it. 对2022年的财报来看，星巴克只有1.2%的销售额是来自环保杯，不过因无愿意讲因究竟一年使用偌济一次性的杯盒。虽然即马大家伫咧谈论气候变迁甲永续发展的意识愈来愈悬，但是也是当看到本所堂内面拢是被单调的一次性杯盒，所以环保永续发展也有正长的路要行。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